来，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上新的研究，搁来登就国际期刊，讲食美国挂包，也就是汉堡这类的素食，只要甲酱料、甲起司、甲汽水提掉，安尼嘛会当变健康。但是台湾的营养师无认同，讲这个热量确实是有变较少，但是菜也是伤少，而且佫是正样的，要讲健康，也佫差均衡咧。 煮甲香讲讲，互人强要流嘴烂。炸鸡、薯条、汉堡，佮配可乐，真侪人介意安尼食。我们都知道这些素食吃多了不健康，但美国有研究要颠覆你的想象，关键就在这些酱料。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发表论文，分析34间素食连锁店的餐点，发现一份套餐平均热量是1193卡路里，这钠、饱和脂肪，还佫有糖含量拢超过建议摄取量，但只要剔掉酱料甲汽水，就变较健康。甲问呀，汽水它纯粹只是糖。 它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，热量又高，酱料很多都是会有一些油，那也是高油、高糖、高钠这个部分。所以对于我们在热量上的一个考量的话，的确这两个部分是会比较被优先被给关注到。那因为安尼对当汉堡、薯条食啊饱，营养师提醒，这物件拢是正油加上菜少，袂当讲是健康。 套餐的薯条薯块，把它换成是生菜沙拉，那其实相对也会比较健康一点。饮料部分我们可以换成是无糖的饮料，比如说像无糖绿茶。饭后也是爱记你加一份水果，补充营养。若是真正想要食较健康咧，这物件也是减点寡。毕竟若无运料，恐惊你嘛食袂落去。食食也是爱边斤，比较较实际。